说哎被板桥办案，然后当然那一天的气氛非常的有点严肃，又有点低潮的啊，低潮来求道啊。那时候就或许就觉得我那时候心情是就是有点低潮要来求道，因为我们都看不到，那办道仪式一样，跟我们在做一样，经过那个求道仪式，那不一样的就是那个比如说抄榜的，比如阿飞，就是在他玄关那个地方写阿公的名字，然后贴在玄关那个地方，然后就那时候还是4周前呢，就这样从阿飞的玄关点上去啊，那个地方是贴阿公的名字，是这样点的，仪式都一样。好，这样经过之后，候选那时候也觉得就没什么特别感觉哦，因为我们都说三朝普渡大事哦，人鬼先齐度嘛。那其实没有候选真的没什么感觉，因为那时候是刚进入道场，没有很久，好就这样子，事隔几个月，大概半年左右吧，事隔几个月，候选到跟义伦去台北，那时候也是冯女老师，就是要我们2个去台北，想要说开放一下就是帮忙台北那边的道务，然后我们2个就住在台北。那时候刚好平时单位的一个汤氏国堂要办点到整天的，那我们刚好也没事，然后我们2个就去帮忙，都在台北帮忙，然后帮忙又是整天点到的嘛，人才就很多，人才都在聚集在那边待命嘛。那中午的时候整天的嘛，中午的时候难免身体有点疲累，要小睡一下，对不对？中午小睡当然时间很短，我们就一群昏道就在那个坛主夫人他们的房间，就是他们那时候大通铺，然后就一群人才就躺在那边小睡一下。好，那当小睡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说他后面有小朋友可以带他去小天使班，他们大概不知道路该抓这个啦，有囡仔传去死啦小天使班。然后就这样，然后因为那个坛主的那个，我或许跟坛主是有点那个亲戚关系的，然后那个他老婆，坛主的老婆，就是我们都直接叫名字，然后或许叫他苏贞姐当主，然后就中午醒过来的时候，那个坛主夫人呢就问候选说，他就很惊讶的眼神看着候选说，快，我拄才中昼咧困对无？我起来望着一个和恁阿伯有够共一个老人，我问我你要来创啥？因为有听说阿伯跟阿公长得很像，那个苏贞姐就这样形容说，有一个和恁阿伯身上有够共的老人来，我问讲要创啥？伊讲要来看阮祖孙啊。候选当下听的时候真的是起鸡皮疙瘩，起鸡皮疙瘩就阿公来看，因为看他讲这样，候选当下就意会到说，不就是我的阿公？因为有听这是超法的事嘛，然后候选当下起鸡皮疙瘩，然后那个苏贞姐后来我有问她说，你知道我阿伯有敲板我阿公吗？她说不知道啊，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的哦。可是那个我阿公竟然去一间饭店，讲要看祖孙，然后候选当下真的起鸡皮疙瘩了，当下也非常怎样，非常的感动感动什么？感动说阿伯敲板阿公敢有回去？有回去，竟然搁来饭店，讲要来看伊的祖孙啊，因为我们没看过面嘛，没见过面嘛。然后候选在问说，爱情上面。请什么衫？然后他就形容说，他就穿我们一般的衣服，两边有跟着穿，就是这一件灰色，我们人才会穿灰色道嘛，两边跟着2个，就是好像跟他一起来的穿这种衣服的年轻的小男生，像连海这种小男生，年轻的人跟他一起来。所以各位姐姐，候选肯定他真的有回去了。那因为他都没有修嘛，因为他等于说在世。不是在人间求道，是因为也许在地狱，还是说那时候候选听前人讲说，如果说他在地狱里面的，他的灵直接就是可以调回理天。那如果说他这个人，因为这个是有根据的其实是曾经有发生过。比如说阿公刚好出去，已经可以转身这猫咪啦，猫咪某一个身份的时候，当你这个时候超法工作做了之后，他当场就会死。这是有依据的，真的那时候候选有听我们现在周先生讲的，因为他领不晓去哪里嘛，只要超把这个仪式做完之后，如果他有肉体，他就马上他就给他洗，所以
以难怪有些有那种所谓的那个暴毙哦，暴毙要因为后代子孙开超。当然这是周前人讲的，因为曾经有这种案例了哈。好，所以说地潮、普渡、地潮啊，三朝普渡、地潮，后学也觉得，不是觉得，后学也肯定说，真的就是三朝普渡。连阿公，因为阿公这样的一个印证，让后学当下非常的感动，因为更加印证说，真的天命殊胜，求道的殊胜，真的可以让我们真的是人鬼仙怎样都可以回去理天呢？各位浅显，这样有没有殊胜？是不是殊胜？天地人啊，天朝地朝，还有人潮，后学都亲身经历过，也看过了。那后学这边分享给大家。有的有的各位前辈，看你们也有参与过嘛？好像土地公求道，当场也有很多的布置的前显，好，然后还有那个悲伤那个也是很多前显在现场布置，所以各位前显，天命有没有殊胜？有，真的可以让我们回到离天呢，各位前显，所以真的要好好把握这样的一个因缘哈。好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